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 Lisa 来吐槽。今日我想要来讨论的是台语这个词。娃娃 TV， 就侪人拢讲客语、原住民语嘛，拢是台语，是安怎敢若互老人讲的语言，才会当互叫做台语咧？要讲这个问题之前，咱来先补清楚一个概念，就是我咧讲的这个台语，甲因咧讲的迄个台语，毋是同一个台语。我咧讲的这个台语是一个名词，是一种语言的名，亲像英语、法语、日语同款，拢是一个语言的名。因咧讲的迄个台语咧，是台湾的语言。这就亲像台湾银行甲台湾的银行同款，台湾银行敢若一间，台湾的银行咧就有遮尔侪间，其中当然嘛包括台湾银行。同款的道理，台语是一个语言的名，台湾的语言有客语、台语、原住民语、华语，佮有台湾手语。而且，甲我即摆咧讲的这个语言叫做台语的是清国人，毋是荷兰人家己讲的呢。就亲像中国大陆这片土地，因阵嘛有足侪种语言，是安怎即摆敢若普通话会当互人叫做中文呢？这就是当权者所决定的。伫清朝的时阵，因着甲迄个时阵伫台湾这片土地上上侪人讲的语言叫做台湾语。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日本人嘛甲这种语言叫做台语。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阵，才将华语传入台湾人的生活，而且甲变做国语，其他的语言拢互拍做方言。咱来想看卖，若是当初中国国民党有想通，无要坚持家己是中国人。无要反攻大陆，因来到台湾了后，就宣布台湾独立，而且宣布家己是台湾人。安尼，我想因一定会甲咱即摆在讲的即个华语改做台语，而且变做台湾的官方语言。虽然咱即摆在讲的即个华语，就甲中国咧讲的普通话无啥共，亲像咱讲头发，因就讲头发；咱讲蜗牛，因就讲蜗牛。连咱写的字嘛无啥共，所以若是中国国民党当初有想通，甲台语这个名抢去，安尼我即马咧讲的这个语言反射着会改名，无的确就真正会改做闽南语。事实上，1967年的时阵，国民政府就因为政治理由要甲台语改做闽南语，只是民间无好改完全去名。但是迄个时阵，因真正甲华语改名做台语，安尼阮就真正无法度啊！所以咱即马阁会当叫即个语言台语，就爱感谢中国国民党。好啦，今仔日就讲到这，我是Lisa，今仔的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，你会把切赞搁来分享出去，也袂订阅观众朋友咧嘛，会记把切只订阅咧，跟破壁条小铃铛，安尼看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买Lisa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嘛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甲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